好，起步啦！第二線道公銀飛龍，第三線道大鵬龍，第四線道馬灣聯青龍。而家目測咧，公銀飛龍同埋馬灣聯青龍咧，就兩隻都相當接近。而家排到150米，灣聯青咧就帶咗少少出嚟，帶咗成條龍啦，少少出嚟，帶成條龍尾啦。爭唔到啦，1、2、3分明啦，1、2、3好清楚，冇得爭。第2名公銀，第3名大鵬龍。好，到下一場男子組第3圈，第1線道發達龍，第2線道魚鷹，第3線道新利群超盛龍，第4線道醒神龍，第5線道俊義龍體育會。